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比較樂觀嘅人啦，我有一個好重要嘅 advice share 俾你，就係變得更加現實。一個好悲觀嘅人係望到一樣嘢，然之後一定會諗到一個好負面嘅 outcome。例如啦，返3日時間，我都仲未溫書，我今次考試一定 fail。然之後就 draw on 喺一個咁樣嘅情緒當中內耗。你如果想變得更加樂觀嘅，唔係話嗌你望住佢覺得啊，我今次實攞 A，而係理性啲、務實啲。你諗3日裡面我可以揾到幾多？呢一紮 topics 唔會揾得晒㗎啦。邊一啲係最大機會會出嘅？每一個 course 有佢自己嘅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。考試係一種 assessment 嘅原因就係要 assess 同學達唔達至到呢一啲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。所以只要你望一望，大約你會知道邊啲係重點。OK，out of 3日時間，我可以記得到邊啲重點，學得到幾多，用得到幾多。呢個先至係一個比較樂觀嘅去解決問題嘅一種方式。